啱啊！喺現場就評述對住印度嗰場賽事啦，其實中途好多時候啦都唔好聽得清楚自己講緊啲乜嘢，因為現場打起聲來實在太過好氣氛啊！今日就紅白大戰啦，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咧就係港隊啊嚇，咁白色波衫就作客嘅孟加拉，有埋啲煙霧添啊！哦，排最後就係今日啦，傷愈復出嘅費蘭道大哥噃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stand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. 好，先聽聽雙方國歌。各位觀眾請起立，現在會奏出孟加拉國歌。Please remain standing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開波！2027亞洲波環賽 C 組嘅分組賽啊，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嘅賽事啊嚇，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港隊，即白色波衫作客嘅孟加拉。今日嘅評述員團隊亦都有小弟劉信文啦，新牌都好拍檔咧就張志德喺度嘅，仲開過喎呢個嘅，要重開係嘛？重開佢一腳踢走咗，委以重任喎。當然啦，韋斯活都好睇好嘅前景啊嚇！哎呀，呢邊跣一跣腳，拋過艾利法蘭道有冇事？十二碼，係啦，呢個波我都以為冇事有事，因為呢個波咧成個踢到飛起啊，應該犯規就係卡斯嘅。係啊，冇得講㗎啦呢波，你喺禁區甩咗腳，你翻腳嘅時間你一定係慢㗎啦。哦，咁啊好啦。再睇嗱，佢線步夾硬炒落去嘅呢個波，佢又緊張個頭啊！係啊，因為當時甩咗之後咧，阿費蘭道就到嘅，咁樣鏟落去邊有唔會12碼啊？費蘭道都醒啊！嗱，其實卡斯就浪高咗先啊，第一下控高咗波揼到落嚟，就再揼多下自己隻右腳就彈翻甩咗個波添。一甩咗個波之後咧，費蘭道已經趕到啦，波都偷埋，結果你用任何嘅動作去停止費蘭道，都係一球12碼嚟㗎啦。同埋佢呢個波佢一甩咗，即係線腳咧，佢翻腳嘅時間咧，佢唯一出腳咧就係鏟落去，係咪？如果你唔鏟落去嘅時間，俾對手轉到身，佢會個球員咧後衞咧一定係緊張嘅，都會出腳。好多騷擾嘅喎，其實啊，一吹罰咗之後咧，孟加拉啲球員咧好多時都走埋嚟騷擾，係咪啊？啲球員學好球證好，喺一場波都幾多啊！似乎安永佳喎，好啦，安永佳靠你啦嚇！入咗人生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之前呢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。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係反輸1-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阻礙視線，最緊要口順調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。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！哇，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，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。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安永佳1-0。呢啲
地波，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啊！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，咁啊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1-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！一路落嚟咧，孟加拉咧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隊嘅球員嘅，但係呢腳波咧因為跣一跣腳，導致到急再出腳就輸咗12碼。又係一個犯錯所致。係啊，係一個犯錯啦。上場波大家都有啲犯錯，結果咧就雙方都把握得到。今次港隊都把握得到，孟加拉一次嘅犯錯，搏到球12碼，柯永佳操刀得手，門將馬馬就捉錯咗路先啦。放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，冇問題嘅，旋轉添啊，靚波好有信心。係又靚又入啊 ！OK 啊，頂得住壓力啊！哇！係啊，尤其是喺咁嘅情形咧，你頂到個壓力好緊要嘅，射12碼。招牌慶祝動作啊，波之男式嘅慶祝動作啊！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，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，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撲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啊嚇！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波拉基賀新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脫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，咁啊變咗咧就配合到。